亚那南投有一个乌吉桑，因为假投资被骗70万，伊的后生想报要替老爸把钱讨回来，惊讲伊的老爸着急要用钱，希望会当还这70万。伊讲伊个个小介两个想要投资的朋友去投资，诈骗集团就是讲冒着有大条的通骗真正中计。 诈骗集团竟然正关心南投一个查甫人，说服其投资70万。这个查甫人钱予伊了，想要甲迄年领赛煞摕无钱，因后生就想办法甲钱讨回来。假装是我父亲，那跟他们周旋说啊，我就是有一个朋友很困苦，然后也要进行投资，那希望贵公司能够帮忙。 因后生先假作是老爸，甲对方讲着急要用钱，伊另外一个介绍两个朋友来投资，然后一个假作想要投资的朋友一直问投资的内容，对方就是真的，抑阁真正甲因的70万领出现金。伊讲你要1亿了，或2亿了，你要先拿40%税金。除非你的余额能够比现在目前的大，你才有机会把钱拿回来。 后生替老爸甲70万讨回来，并向对方讲，迄年已经累积到235万，但是就要先纳5%到10%的税才当出金。严国贤已经未阁互因骗。南投县今年1个到11个受理诈欺案件3012件，财产损失总金额新台币12亿4713万。就连县长可惜化伊的相片，也捌互诈骗集团冒经。诈欺案件的类型也有财务损失。 以假投资诈骗上罪，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小心求证。检警不会要求监管账户，不会使用通讯软体传递公文，也不会面交或到府收款。警方提醒讲，若是对方讲迄字正悬，稳含未了，其实拢是诈骗，民众千万唔能互伊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